Hello，我係阿 Man，今日帶大家嚟到維港灣畔御海門。今次推出最新項目嘅2B 期，由2座住宅大樓組成，示範單位為5B 座17樓 A 室，實用面積744尺，屬於3房1套連工人套嘅單位，樓層高度大約3.15米，屋苑總數提供509伙，實用面積由1房嘅305尺去到4房3套嘅1908尺，涵蓋咗1至4房嘅戶型。咁最大嘅單位為5B 座嘅 A 室，由1908尺，屬於4房3套，連埋特色平台同天台。發展商優先推出臨海單位1A 同1B 期呢，均錄得平均成交價約港幣30,011蚊。而項目以價現樓，基本上即買即住，最快可以120天成交。另外，亦都可以用270天長成交，方便客人換樓。項目位於啟德最前排嘅海景單位，客飯廳同房間嘅景觀都可以一致睇到維多利亞港。住客會所以超級遊艇為主，佔地12萬平方尺，並有50米室外泳池。喺我身後就係50米嘅戶外泳池，好似置身喺巴黎一樣，曬曬太陽。咁呢一個就係由7層嘅會所，並設有恆溫自動各項設施。整個屋苑嘅設計都非常之豪華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，歡迎留言區話我知。